各位香港澳門的朋友大家好，很多港澳朋友想在中山買房，都會習慣性通過房產博主了解樓市，資訊看房，這也是當下最直觀、高效的置業方式。但大家大概率會遇到一個問題，沒有正規平台背書的野生博主信息參差不齊，服務沒有保障，很容易踩行。今天我們就結合港澳客戶真實買房流程，告訴大家貝殼如何賦能合規博主，平台兜底保障，用平台做基礎保障，博主做落地服務的模式，一站式解決跨境置業所有難題。第一步，購房前期找攻略，野生博主無約束，信息失真，營銷套路多，用戶痛點。房產博主是港澳客戶了解中山樓市的重要渠道，優質博主能帶來直觀的看房實景和置業參考。但市面上大量不和正規平台合作的野生博主，沒有統一規範約束，內容全靠流量營銷，只會主推高佣金合作樓盤，刻意美化房源短板，虛報房價，隱瞞樓盤弊端，輸出片面的營銷內容，客戶無法辨別信息真假，看不到真實成交數據，樓盤優缺點很容易被誤導，從選房初期就出現偏差。貝殼解決方案，貝殼打造平台賦能加合規博主雙重模式，既保留博主實景看房、一對一講解的服務優勢，又通過平台規則嚴格約束服務行為。貝殼 PP 作為官方正規房產平台，為所有合作博主提供真實、透明的底層數據支撐。中山全域樓盤二手房源真實在售，實時更新，樓盤優缺點通勤配套，歷史成交價真實測評全部公開可查。合規博主依託貝殼真房源、真數據做內容輸出，告別虛假營銷。客戶通過博主了解房源後，可直接上貝殼 APP 核驗信息，雙向對照真實可溯源，徹底避開野生博主的套路陷阱。第二步，跨境選房不懂片區，野生博主專業度參差不齊，選房容易踩雷用戶痛點。港澳人士不熟悉中山片區規劃，發展差異非常依賴博主的選房建議，冇平台賦能的野生博主，大多缺乏系統的樓市專業知識，不了解片區未來規劃，通勤適配性只會跟風推網紅盤，導致很多客戶盲目入手，入住後發現通勤不便，配套薄弱，保值性差，自住和投資都達不到預期。貝殼解決方案，貝殼為入住合規博主提供系統化專業賦能，統一培訓中山片區規劃、港澳通勤需求、樓盤價值邏輯、資產保值邏輯，所有貝殼合作博主都熟知全城片區優劣，樓盤適配場景能夠精準區分通勤、養老、投資、自住不同需求，依託平台大數據，為港澳客戶一對一精準匹配房源，避開配套短板通勤死角，規劃利空的樓盤，讓博主的專業服務有平台數據支撐，選房更精準更貼合需求。第三步，不懂港澳專屬購房政策，野生博主信息滯後，流程不規範，用戶痛點。港澳居民跨境購房的首付比例、按揭資質、貸款年限、過戶資料都有專屬政策，且規則會動態更新。市面上野生博主沒有官方政策對接渠道，掌握的信息老舊片面，很容易給客戶錯誤的政策解讀，導致客戶資質判斷失誤，資料準備不全，反覆往返港澳與中山，耗時耗力，耽誤置業進度。貝殼解決方案，貝殼擁有專屬的港澳置業政策研究團隊，實時同步最新購房、按揭過戶政策，為合作博主提供權威政策支撐。合規博主依託平台官方政策體系，為港澳客戶提供免費政策解讀、資質預審、按揭方案定製服務，全程協助資料整理、流程代辦、進度跟進，平台把控政策準確性，博主落地一對一貼心服務，不用客戶自行摸索來回跑腿，一站式託管高效省心。第四步，房源市場亂象多，野生博主無監管，低價引流，隱形收費頻發，用戶痛點。部分脫離正規平台的野生博主存在低價引流，
看房加價、捆綁收費、隱瞞稅費等亂象，因為沒有平台監管約束，服務全程無標準、無公示，港澳客戶信息不對稱，很容易被套路，產生額外開銷，買到日價房源。貝殼解決方案：貝殼建立嚴格的服務監管體系，所有入住博主全程受平台約束，嚴格執行真房源、真價格、真配套三大標準，杜絕虛假引流、差價套路、隱形收費。所有房源可核驗，價格可追溯，收費全公示。平台負責制定標準，把控底線，監管服務。博主負責實景大看，細節講解，需求匹配，權責清晰、公開透明，讓港澳客戶明白置業。第五步，異地交易風險高，野生博主無風控，交易維權無保障，用戶痛點。跨境置業最大的風險在於交易環節，野生博主僅能提供看房諮詢服務，沒有任何交易風控和售後保障，簽約資金交割，過戶全程無監管，容易出現合同漏洞、資金不安全、產權不清等問題。港澳客戶異地維權成本高，難度大，一旦踩行損失無法挽回。貝殼解決方案：貝殼以平台標準化風控體系兜底，為所有博主的客戶保駕護航，不管是哪位合規博主服務，交易全程納入平台監管，從簽約審核、資金託管、按揭辦理到過戶交房，全流程把控風險，審核合同，保障產權和資金安全。博主負責全程跟進服務，平台負責風控兜底，售後保障雙重防護，徹底解決跨境交易維權難、風險高的問題。第六步，貼合港澳生活需求，野生博主不懂適配，定居體驗差，用戶痛點。港澳居民對港式商超、粵式餐飲、醫療、教育等配套有專屬需求，而多數野生博主不了解港澳生活習性，選房只看戶型和價格，忽略生活配套適配性，導致客戶買房後生活習慣難以適配，定居體驗大打折扣。貝殼解決方案：貝殼針對港澳居民生活特點，建立專屬樓盤配套數據庫，賦能所有合規博主。博主可依託平台數據，優先篩選港式配套成熟、生活氛圍貼合港澳習慣的片區和樓盤，結合客戶養老自住、家庭定居需求，定製專屬方案。平台精準匹配配套，博主細化服務細節，保障港澳客戶定居中山無縫適配，舒心宜居。簡單來說，房產博主是港澳客戶置業路上很好的服務幫手，但無平台約束的野生博主，缺標準、缺數據、缺保障。而貝殼打造的是貝殼 APP 平台兜底加合規博主落地服務的最優置業模式。平台提供真實數據、嚴格規則、政策支撐、交易風控，博主提供1對1實景大看、專屬諮詢、貼心落地服務。兩者結合，既保留了博主服務的靈活貼心，又解決了野生置業的所有套路和風險。各位港澳朋友，想要找靠譜博主看房，放心置業，中山優先打開貝殼 APP， 認準平台合規認證博主，真實數據可查，服務有規可依，交易全程保障，讓每一次跨境置業省心透明、安全靠譜。